直升機從高空拍攝到位處震央嘅蘆山縣喺震後大量房屋倒冧。救援人員繼續喺瓦礫中搶救被困嘅人。有生命跡象啊！動了嗎？動了一下。當局喺一個中學球場設立臨時安置點，搭建帳篷俾災民暫住。而同震央只係一山之隔嘅重災區寶興縣，醫護人員都擔心持續餘震，繼續有建築物倒冧，救治工作都要搬到室外。當地缺水缺藥物，軍方派出直升機不斷運送救援物資，並將危重傷者送往其他地方醫院。對外交通亦中斷，縣政府早前指兩條主要幹道都被山泥堵塞。不過中央電視台報道，其中一段喺北面連接成都同埋寶興嘅道路已經打通，但另一條喺南面通往龍門鄉嘅道路就仍然中斷。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星期六地震後已經趕到蘆山縣等地視察災情同慰問災民，強調首要任務係救人，要求四川省委做好抗震救災工作。返回北京後會指示國務院根據災區需要提供支援。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漢文報道。